話說咧，喺某年某月某日喺呢一個價位嗰度，下一秒我就知道個新聞公佈啦，一係一聲就衝向上，一係就一聲衝向落。當你喺發送新聞之前嗰一秒，我設定一個 stop 盤喺呢一度同埋呢一度。如果個價升穿咗呢個價位，我就買升；如果佢跌穿咗呢個價位，我就買跌。然之後咧，綠色呢條線落完盤之後咧，就有條紅色線一路咁追上去，紅色線一路追上去，追上去嘅咧呢條紅色線咧就係止損線嚟嘅。好啦，阿 Sir，咁萬一佢陰你咧突然之間升完上之後，一聲暴跌，咁點算啊？唔使驚，話明係程式噶嘛，唔需要你人手啊嘛，人手係冇可能做到呢樣嘢嘅。我哋係升咗上去，俾佢陰咗之後，反手即刻平咗個升，仲要反手買2倍，買佢跌。哇！一路係咁吹，一路係咁吹，短短咧全部都係講緊15點30分啊！呢個時間一路吹咗好多啦嚇，咁絕大部分都係賺錢嘅嚇。到最後去到呢一度，見唔見到呢一個位有一個盈利1149蚊美金？講緊短短1-2分鐘之內嘅事，一閃咧其實係一個毫秒速嘅程式嚟嘅。程式啟動之後係無需要去做任何嘅監察啦，開倉同埋平倉咧只需要毫秒之內就完成，可以做到1秒之內做出雙位數字嘅可觀回報。唔想每一次交易都靠感覺估下？想用數據同一個已經被驗證過有效嘅系統去捕捉環球市場嘅潛在機會？前銀行投資分析師 KO Sir 將會喺線上直播現身，為你親自拆解呢一套由佢以及業界精英共同研發嘅市況分析策略，以及獨家自動交易程式。名額有限，即刻 click 以下嘅連結報名，參加 KO Sir 嘅免費程式交易線上教學啦！